第一节到第二节，哈，第一节到第二节。好，来。第二节的歌词，咱来唱一届哈，咱来先念一届哈。第二节的对遮哈，来，咱来念一届好无？来做伙来，因齐声称赞，欢喜而乐唱歌，将一切而乐荣光归上帝，荣光归圣父，荣光归圣子。荣光归疼痛圣神到万世，吼啊！因为有较活泼，吼啊嘛较紧，吼啊，所以咱喙吼爱动较紧的安尼，吼。好哦，咱搁甲即个，咱甲第二节，哈，第二节来吟一届，吼，咱就嘛共款对副歌开始，吼。好，请。好，来哦。我要乐，吟圣诗450首，哈，圣诗450首，啊，450首是咱较熟的旋律，哈，因为伊就是 Amazing Grace， 哈，咱嘛共款请苏琴，哈，咱就来吟第一节，哈，咱来先吟第一节，嘿。
同齐预备来，全家大细，做主信徒，所行照主法度，待人接物，为主见证，凡事做主光灯。第四节，安分守己，敬虔知足，毋敢放纵私欲，或是快乐，或是艰难，求主赐愿平安。第五节，打求救主，念愿中，正做爱殿乐园，大家相听，彼此和睦，享受地上天国。好吼，希望这首歌的歌词正做咱逐工的祈祷吼，伫家庭中的祈祷哦。好，来，咱来第3节到第5节，咱来吟一解吼。来，同齐，全家大细。做主信徒，所行照主法度，待人接物，为主见证，凡事做主光灯。安分守己，敬虔知足，毋敢放纵私欲，或是快乐，或是艰难，求主赐愿平安。同齐额头祈祷来备万心。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是家庭主日愿主你真做阮家庭的主宰，因为阮知影阮的家庭拢是你所赏赐的，儿女是你所赏赐的，阮的财富嘛是你赏赐的。求主，互做爸母的心转向儿女，互囝儿的心嘛转向爸母。愿主你赐福。求主你圣神对头到尾，甲阮伫地开拓你的话语，互阮明白你的圣旨意。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
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心神甲真诚来敬拜，才咱备满心来听候上帝降临，用欢喜的心来敬拜伊。敬畏上主的人，上主要指示伊所着行的路，伊的心神会得到安息，伊的后代会承接所应允的土地。咱适合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304首，我要学乐，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满心阿罗你，你是万美的源头，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你是独一的真神，全能的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主爱天父啊，你是万福的源头，你的恩典长阔高深。你的心是直到永远，你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离开黑暗，进入光明。你嘛是阮的力量，互阮伫忧伤的时得到你的安慰。你嘛是阮力量的源头，阮永远的倚靠。阮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囝替阮死伫十字架顶，用伊的宝血洗清阮的罪过。互阮因为信就通得到赦免，成做新造的人。也借着耶稣基督的我，互阮得到永远的活命。阮感谢你赐下信心，甲阮伫地，引带阮接受你的教示，互各人拢知影你伫阮身躯的使命。阿爸爸啊，现今的世界人有缘有各样的灾难，各甲各相战。阮仰望所有的人，拢通对你遐得到平安，引带来到你的面前。今年是光荣教会70周年，求你看顾阮教会，互阮所想的代志拢是你的代志，毋是人的代志。互阮所做的工拢有合着你的旨意，毋是阮的表演。请你赐互阮谦卑的心，互阮知阮所做的，毋是我靠家己，嘛毋是我靠才能。拢是靠着你，求你帮助阮勇敢徛伫正人面头前，最严最光，为信心来显明你的公义甲恩典，为你做见证。你是阮的上主，阮是你的仆人，你有完全的计划，美好的安排。你互阮拢有同款的心智，同款的听心。看别人比家己较敖，用三听来互相支持，来完成你所交代的使命。下面时间，请你看顾，请信心甲阮伫地。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三甲来交读上帝的话。伫圣诗后壁第31篇，启应文第31篇，嘛是诗篇127到28。我来去请兄弟来。躯体若毋是上主建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暗暗才困。上主所疼的人，今日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志地饱饱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米。你的某伫厝内亲像交果子的葡萄树。这声叫。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你。
愿你看到行行顺顺。接下来三甲强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我来读，我用台语来读。耶稣佫讲，有一个人有2个囝，细汉的甲老爸讲：阿爸，我应该得的财产，请你分予我。老爸就将财产分予因2个。过无几日，细汉囝将所得的全部财产拢换做现金，然后出外去真远的所在，伫遐放荡，钱乌袂开。伊所有的拢开了的时，拄好迄所在发生大饥荒，伊才知欠缺的艰苦，伊就去互迄所在的一个人请，迄个人叫伊去园里饲猪。伊咬我想要摕猪的食的豆芽指给伊，毋过连这个人嘛无互伊。后来伊甲醒讲，阮老爸有遐尼多请工，因拢有米通食，佮食到有剩。毋过我伫遮的被咬甲死，我要起来转去我的老爸遐，甲伊讲：阿爸，我有得罪天，嘛有得罪你，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请互我做你的请工就好。伊就出发转去伊老爸遐，伊离因兜遥足远的时，老爸就去看到伊，心就毋甘，赶紧行徛去甲伊揽的，直直到伊枕。囝就对老爸讲：阿爸，我有得罪天，嘛有得罪你，我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毋过老爸甲仆人讲：赶紧请上好的外袍来，互伊穿，互伊挂手指，佮互伊穿鞋，煞牵迄只肥的牛仔来抬，牛仔囝来抬来庆祝。因为我这个囝是死去，有个活，死了有个得着，因就开始庆祝。迄时大囝伫园里，伊转来，要到厝的时，听到奏乐甲跳舞的声，伊叫一个仆人来问看到底是啥物代志。迄个仆人甲伊讲：恁小弟转来，恁老爸因为伊平安无事转来，就杀迄只肥的牛仔囝。大囝非常受气，毋入去，伊的老爸出来甲伊苦劝。毋过伊应老爸讲：你想看咧，我做奴才服侍你遮侪年，毋捌违背你的命令，你连一只山羊仔拢毋捌，互我甲我朋友做伙欢喜。毋过你这个囝为着从去家己的财产开了，伊一个转来，你就为着伊杀迄只肥的牛仔囝。伊的老爸应讲：囝，你毋是拢甲我做伙，我所有的拢是你的。总是你这个小弟，伊是死去，有个活，死了有个得着，咱应该欢欢喜喜来庆祝。圣经读到这，接下来学老请献歌队，因要吟的诗歌是微声的愿望。先祝所有做爸爸的爸爸节快乐。人生中
上大的瓦靠是啥物？上大的喜乐是啥物？是金钱吗？还是关系？我知拢毋是，因为无论是钱财还是势力，即内底有侪侪的刺头，也有真侪活。安尼，上大的瓦靠是啥物？是科技的进步，还是医疗的发达？是财万吗？是能力吗？是感情吗？还是事业？我的心深深知影，遮的拢毋是。有一日，一个声对我讲：“你着来我遮，因为遮有真理，有稳定。伫我遮，你通将重担放落来。我要互你得到安息，我要牵你的手，行平安的道路。我要看顾你，互你无欠缺。我要赏赐你丰盛的活命，而且你着永远我。天父上帝，我知这是你慈悲疼痛的声。
这时请罗博士来讲到，伊要讲的题目是家庭生命的改变。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教会所定的父亲节感恩礼拜，伫遮搁一届来祝福所有在座的父亲，父亲节平安喜乐。咱嘛互相讲父亲节平安喜乐。咱搁一届同心来祈祷，听唐诗文的主，感谢你，想使阮每一个人父亲，主，你嘛是阮的父亲，天顶的老爸。阮知影，阮一世人跟对主，就是阮上大的福气，阮主的恩典，诚做阮今仔日在座所有的父亲家庭上大的祝福。有信心，甲阮三甲弟弟，安尼祈祷感谢，是靠主耶稣圣尊名，阿免。今仔日虽然是教会庆祝父亲节，不过今仔日想要透过这个主题，家庭生命的改变，来甲大家来分享。要安怎去做一个健康、佮有福气的家庭？毋知大家敢有摕到教会的即个月历？然后注意咧看即个教会月历的日期。咱会注意到讲8月份第2礼拜有一个一个节期叫做幸福家庭主日。即个幸福家庭主日是咱过去长老教会的总会总干事佮尊明牧师2011年。伫国际幸福家庭联盟中间来立法院推动的一个节期。郭牧师表示，家庭是国家的根本。现在咱的社会真侪离婚、青少年的家庭的问题、教育问题一直咧发生，拢甲家庭有关系。所以特别伫咱即个多元的世代，早就已经无过是过去。福原的即个家庭为主的即款的观念，过去老爸讲啥，咱拢爱听。会记得阮阿公，因若无坐伫饭桌，举碗起来，阮大家做囝儿是细拢袂当开始动碗箸。阮拢爱尊重即个一家之主的即个观念。总是伫即摆的家庭中间，一个家庭若要幸福。绝对嘛，毋是做老爸、做老母单方面的责任，是咱家庭规家伙仔拢爱做伙来努力来打拼。所以现在咱知影，毋若是少子化的问题，真侪人毋敢结婚，因为是安怎？社会新闻中有太侪家庭破碎即款的负面的事件，互大家感觉。即个结婚是一个真值得人惊吓的代志。可能是因为家庭是上细的社会单位，总是却是无简单生活的所在。嘛有可能咱的家庭是上直接付出的性命所在，总是嘛常常会互人得到受伤的所在。咱拢知影，家庭内底爱讲听，总是常常拢产生误解。咱对家庭有美好的期待，总是拢往往得到的是失望。家庭关系是人甲人上亲密的结合，总是嘛是因为安尼来上容易产生袂合来造成疏离的一个困境。总是今仔日要甲大家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圣经上帝设立家庭的目的，毋是要互咱人经历破碎甲伤害，是要互咱经历生命的改变甲富足。阿们吗？今仔日经文所描写的这个家庭，毋知咱敢无注意？这个家庭敢若欠一个人吼，欠什么人？无写到老母啦吼。伊讲一个老爸有2个囝。总是自头到尾拢无有老母的出现。这个家庭有可能是一个单亲家庭，嘛有可能这个老母已经过身。无论如何，这个故事只有一个老爸面对2个囝的家庭的关系。这个故事一起头就甲咱讲，这个细汉囝伊要甲老爸讨钱，
伊讲阿伯，我的财产请你分给我。这句话听起来，咱会感觉这个囡仔足爱钱的，对无？哦，那咱做老爸听着囝讲要分咱的财产，咱会安怎想？可能喙皮随甲渗落吼。这不好囝，恁老爸都还袂死的，甲我讨财产。哦，咱家己的家庭嘛是安尼想嘛。这个囡仔，伊想要讨财产，其实毋是伊爱钱啊，伊心内想的是安怎？伊想要做主，伊想要家己做老大。伊有一个兄哥，佮有一个老爸，伊伫即个家庭拢互看落底，伊伫即个家庭无得到温暖，所以伊无想要佮看到厝内人的面色。伊认为只要伊有遮个资源，只要财产，伊就会当出去外口打拼，做大事业，赚大钱。不过代志毋是像戆人的所想的遐简单，对无？圣经安怎讲？这个囡仔离开厝了后，伊放荡伊家己钱乌白开，佮拄着饥荒，伫到最后凄惨落魄，去甲饲猪的做伙抢猪所食的食物。咱看到即款的情形，咱会想讲：哇，伊真正是真凄惨。毋过咱爱知影，对一个犹太人的社会的人来讲，甲猪做伙抢物件。是真袂达得上帝欢喜的代志，因为对犹太人来讲，猪仔即款的动物是无清气的。伫圣经的律法来讲，这是违背上帝的诫命。所以，这个细汉囝伊毋拿违背老爸的心意，伊阁得罪上帝。另外，这个细汉囝伊甲老爸即款的这个过程。伊的心内，伊是想讲，伊无要阁认老爸做伊的老爸，伊要爱伊的财产，意思是讲，伊要家己真做独立的一个个体，伊无要阁听效你，无要阁照老爸意思，伊无要阁互人管，伊要爱得到自由。这是真侪家庭开始破碎关系的开始，伊想要照家己的生活方式。有当时啊。咱的家庭虽然咱甲厝内人住做伙，总是咱无一定是冤家，总是咱的心已经离开这个家庭。咱住做伙，总是咱的心早就已经离家出走。咱常常甲厝内人做伙同桌食饭，总是咱敢有咧看对方的眼神，咱敢有甲对面的厝内人对话，咱可能看的拢是安那家己的手机啊。家己做家己的代志，咱敢若有家庭即个厝体，却无即个家庭的温暖。各位兄弟姊妹，即个圣经中的细汉囝，其实伊慢慢啊陷入去即个罪恶的开始。罪恶一开始的包装，互咱感觉真有吸引力，就亲像阿当夏娃最后违背上帝命令去食即个善恶果同款。一开始，蛇嘛是安尼甲引诱，你只要食，你就目睭会天开，你就甲上帝同款聪明。圣经即个细汉囝，伊嘛是想讲，只要我有钱，只要我有权，只要我会当家己创业，我就毋免阁看阮老爸的眼色。离开厝，我就得到自由啊！离开厝，我就得到快乐。我会当家己有家己的人生，毋免看厝内人的面色。总是最后，咱会发现到，这一切毋是带予人自由快乐，是予人的性命更较空虚；毋是将人带入去幸福的人生，是将人带入去破碎的生命。各位兄弟姊妹，咱的家庭是毋是嘛是同款？外表看起来真好，总是内心真空虚。外表看起来大家拢咧无用家己的代志，总是咱彼此的心无结连。外表看起来，咱拢无欠亏，总是咱的心并无有真正的平安。好家在，咱甲厝隔壁讲好家在，好家在。这个细汉囝有觉醒，有醒悟，这句话真重要。一个家庭要改变，第一步毋是问啥物人的问题。
一个家庭要改变的第一步，是爱问咱家己，咱家己是毋是觉醒？咱家己是毋是自觉？过去这边我学长拢讲，做这个菜鸟啊新兵，都爱自觉。什么意思？爱去主动去服侍啦，爱去帮助这个学长啦，毋是安尼伫遐戆戆坐就好。这个觉醒伫圣经的原文代表什么意思？这个觉醒圣经伫这个希腊文意思是讲进入家己。进入家己是什么款的概念？进入家己毋是讲家己活伫家己的世界，拢无要顾别人。进入家己的意思是讲家己爱反省家己，你去看家己到底有什么款的问题。有真侪时阵，咱家庭上困难的，并毋是去找出家庭的问题的所在，是爱咱知影先看到家己的问题是什么款的问题。伫咱家庭，咱常常会怪厝内人讲拢是阮翁啦，无要顾家，四界乌白走，半暝嘛无转来。咱做先生的嘛讲拢是某啦，伤过强势，我无想要入来这个厝。做囡仔的嘛会怪老爸老母安怎伤啰嗦啦，要管东管西。做老爸老母的，就怪囡仔讲恁拢唔听话。所以今仔日，咱的家庭，咱要学习，毋是去找别人的问题，指责别人的过失。咱爱先亲像这个细汉囝，先觉醒，进入家己的生命，看到家己的问题到底是倒位。咱来问咱的主上帝讲：主啊，我是毋是嘛有需要悔改的所在？当这个细汉囝，伊伫这个市地的所在觉醒，反省伊家己了后，伊做一个真要紧的动作。伊讲：我要起来，返去我老爸的厝，甲伊讲：阿爸，我有得罪天，得罪上帝，我嘛得罪你。各位兄弟姊妹，这款的决定真无简单。咱真侪人宁可放弃家己的人生，嘛无愿意越头，因为安尼见效。我过去转胸坎，转到乌青，讲一定会趁钱，结果即马甲钱开了了。咱宁可切断家庭的关系，无愿意承认家己的过失。总是这个细汉囝，伊毋若觉醒，看到家己的问题，伊阁愿意返去厝。伊毋若想要改变伊的现况，伊阁想要恢复家庭的关系。伊毋若想要离开这个艰苦的所在，伊阁较想要返去伊老爸的身躯边。兄弟姊妹，这才是真正生命的悔改。咱常常基督徒讲，咱哪爱悔改的心，总是悔改，毋是讲我知影毋对啊，安尼就准算。悔改是讲主啊，我愿意改变我家己。悔改毋是大概咱咧吟诗歌、敬拜学乐阵流目屎啊尔，返去厝共款做遮个无好的代志。悔改是咱的生命方向爱完全来面对上帝。悔改毋是伫遐怨叹讲我若较早知影，我就莫做遮个代志。悔改是咱爱心定心转来上帝的施恩宝座前，上帝来面对，真实面对家己错误，爱改变。真侪家庭拢期待咱的家庭会当改变，总是咱拢犯一个问题，就是安怎？咱一直咧听候啦，听候什么？听候做这个太太，爱先甲我回息礼啊；听候做这个先生的，爱先转来啊；听候做囝的，爱先变乖啊。别人变好，咱甲改变。其实今仔日圣经要提醒咱，毋是等别人改变，是上帝爱咱的生命大先改变，咱愿意主动转来到上帝面头前，咱的家庭才有机会来转变。当咱做先生的改变，家庭就会得到透放；当做太太改变，家庭就得到医治。咱做父母的先改变，囡仔就看到典范；做囡仔的若先改变，咱的家庭就充满香味。一个家庭要定心来起造，绝对毋是对找犯人开始，是爱咱先愿意悔改，反省家己的生命。各位兄弟姊妹，一个老爸，伊若无因为伊的生命有接纳的心，
伊就无可能看到伊的囡仔会当真正活转来伊的厝。当即个老爸看到因的囝对外口转来时阵，即个老爸看到伊的囡仔时阵，伊做啥物款的动作？若是咱呢？哇！即个了尾仔囝转来啊，好啊，毋正囝，我转来举锤啊，甲你骹讲我长，你搁加转来，哦，啊，你甲我钱开去倒？哦，开去找即个查某人，为什么当初甲你讲毋爱出去，你搁毋听话？咱华人的社会家庭敢拢毋是安尼，囡仔犯错就爱甲处罚。总是咱看到即个老爸，伊安怎来面对即个浪子回头的囡仔？老爸看到伊的囝，心真毋甘，主动走我去甲伊的囝安怎揽咧，接纳伊，甲伊针恢复伊甲囡仔的关系。即款的情形，亲像天父上帝嘛同款安尼对待咱。咱的天父上帝毋甘咱的性命来受苦，差派圣囝耶稣基督主动对天降临伫即个世间，为着咱人会做承担十字架的刑罚，无条件接纳咱的心。敢讲耶稣伫咱要死的时阵，伊有问咱讲：啊，你是毋是有做好？你是毋是有啥物条件？你若无改变，我无愿意为你来受死。咱的主耶稣，敢毋是伫咱还未出世，就已经为咱承担十字架的重担，邀请咱转来天父的厝，转来教会，成做伊的儿女。所以真侪家庭，咱拢爱学习，咱毋是家庭中欠缺讲道理。咱是爱领受上帝恩典，伫家庭中，咱毋是互相批评，咱爱学习互相接纳。伫家庭中，咱毋通用目睭人去共生，爱主动去共相揽、接纳伊。咱毋通亲像法官一直咧甲人质询讲，你为虾米搁犯即个错？咱爱踢开咱的双手，接纳因讲，你愿意转来就好。各位兄弟姊妹。伫遮毋是要讲即个细汉囝毋免面对家己的过失，毋是讲悔改无要紧，嘛毋是讲立界限无重要。意思是讲，咱爱伫教导真理的中间，嘛爱有听，爱有同理。伫听的内面，咱爱了解真理。即个老爸伊的囝嘛确实认罪悔改反省伊家己，所以即个细汉囝伊就甲伊的老爸讲：阿爸。我已经得罪天，嘛得罪你，我无资格搁做你的后生，请你互我做你的请工就好。各位兄弟姊妹，请工这个身份，对一个犹太人的家庭来讲，其实亲像是外邦人。咱知影犹太人的家庭，有的较有钱的，又请萝卜，萝卜甲请工各有差别。萝卜虽然较厝顶，总是萝卜嘛是家庭的一份子，会当甲厝内人做伙来食饭，做伙啉食，总是请工，那亲像是外邦人，伊是临时请的，所以伊毋是家庭的一份子。即个囡仔讲，我袂当搁做你的囡仔，我无即个资格，因为我得罪天嘛得罪你，互我做请工就好，只要会当互我有一个饭通食，我就感觉欢喜。顶礼拜咱有讲到大卫伊所犯的过失。真重，杀人，佮侵占人的某，总是最后上帝敢有判伊死刑？无，因为大卫知影先知甲提醒了后，伊认罪悔改，为着伊的囝禁食祈祷，总是上帝最后敢有甲伊刑罚？嘛是有，互伊的厝内常常伫战争的中间，来面对这个挑战。互伊甲巴十巴所生的囝，最后有缘过身。所以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总是上帝嘛任命人听叹人的悔改。这位老爸伊最后选择接纳这个细汉囝。老爸安怎接纳伊？吩咐仆人摕上好的外袍、手指、鞋仔来互伊穿。
这款的动作代表什么？伫这个外袍来讲，代表恢复囡仔的这个尊严。这个手指代表身份，伊无过是请工。这个老爸无甲伊看作是外邦人，是甲伊看作是伊家己的囝。鞋啊，对犹太人的家庭来讲，咱看到圣经，捌有讲到一个烫鞋的家，意思是讲，若是这个家庭伊无要承接这个家庭的产业，伊会当将伊的鞋啊烫起来。放伫遮，代表切断伊甲即个家庭的关系。总是即个老爸互伊穿鞋，代表即个囡仔犹原是即个家庭的一份子，伊无甲伊切断任何的关系。因为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的家庭上需要的，就是即款关系恢复，毋是干那互人转来，是爱互伊知影，伊犹原是咱家庭的一份子，毋是干那口头嘴讲啊，我接纳你。是爱真正定心去做新的家庭的关系，咱毋是去秉旧孝，讲啊你过去犯这错，爱负责，咱爱用学习用听来接纳对方。所以当老爸接纳伊了后，伊个煞接牵厝内肥的牛仔囝来抬来庆祝，讲我这个囝死个活，死了个得着，所以咱做伙来欢喜庆祝。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故事听到这，咱会感觉真感动、真幸福。这个家庭真美满。总是咱唔通袂记哩，这个家庭还有一个人物，什么人？大汉囝对不？这个大汉囝，伊敢有接纳的心。咱看到经文的后壁段，当伊的大汉囝对于田里做事回来了后，伊听见厝内的人伫遐欢喜。唱歌、跳舞的声音，伊就问仆人讲：“今仔日厝内有人客哟？看厝内遮闹热，发生什么代志？”这个仆人甲这个大汉囝讲：“你迄个小弟转来啊！恁老爸真欢喜，抬这个肥牛仔囝甲伊庆祝。”哇！这个大汉囝听了后，伊的心安怎？随冷去，冷去了后，佮随倒起来。为什么？伊的心真生气，伊唔愿意接纳这个小弟，伊心内感觉真无公平。为什么这个老爸要接纳伊的小弟？我自细汉就伫老爸身躯边做代志，帮厝内，拢无怨叹。为什么这个小弟转来了后，老爸安尼接待伊？因为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若是这个大汉囝，咱敢会生气？过去都无咧服侍的人，即马对外口转来，哇！伊转来，咱阁爱办一个迄个 welcome party， 欢迎伊，阁办爱宴，大家想讲安怎？我服侍10几年啊，教会拢无为我庆祝，为什么？这个老爸要为着这个无咧做代志的人庆祝？其实，我来讲，我嘛真生气呢吼！上帝拢无看到我咧服侍，上帝拢看到迄无咧服侍啦。这个大汉囝，伊心内有啥物问题？伊的心内想讲，伊真拍拼，认真做代志，总是无人看，无人学乐。这个细汉囝，伊自细汉真拍拼，总是伊心其实是真艰苦，因为伊无得到伊的老爸的报赏。相对来讲，这个细汉囝平常时无咧做代志，佮甲将老爸钱开了，为什么老爸佮用对待贵宾的方式来欢迎伊的小弟转来？这个世间伤过无公平。老爸了解这个大汉囝的心，伊就甲伊安慰，可劝伊嘛转来厝内做伙食饭。总是这个大汉囝，伊甲伊老爸埋怨。我做奴才服侍你遮侪年，无违背你的命令，你连一个山羊啊都无爱互我食，甲我朋友欢喜。这个囡仔细汉囝，甲你的财产开了，你阁为伊抬牛来庆祝。这个大汉囝，伊心内其实陷入一个陷阱。什么款的陷阱？伊心内有一个功利主义，伊认为伊的服侍愈侪。应该爱得到的报赏应该是愈大，
表面上，这个大汉囝，伊拢伫老爸身躯边服侍认真，总是伊的心早就已经产生对老爸小弟的不满。伊表面上真守规矩，内心却充满苦毒。表面上真拍拼做工课，总是以死计甲人比较。这个大汉囝，伊无离开厝内，总是伊的内心已经早就离开厝。伊虽然踮伫老爸身躯边做代志，总是伊的心其实亲像请工共款。伊伫厝内若亲像咧上下班，有咧做却无心。各位兄弟姊妹，大汉囝的性命真值得咱来思考。有当时咱家庭的问题，毋是因为人的放荡，是因为人过头自高自义。有时毋是因为厝内的人想要逃闪去外口，是因为留伫厝内的人心伤过硬心。毋是因为厝内的人无愿意服侍做代志，是因为做代志的人一直感觉家己做的较对、较好、较有资格，至到无形中去伤害到其他原本愿意服侍，总是却做无好势的人。这位老爸真了解大汉囝。安慰伊讲：“囡仔，你不是拢甲我做伙，我所有的拢是你的。”这位老爸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医治扶持大汉囝长期受伤苦毒的内心。老爸无否定大汉囝真拍拼认真做工课这款的代志，总是老爸提醒伊，伫家庭中上大的福气，毋是你做偌济的代志、偌济的服侍，较要紧的是你愿意。选择陪伴厝内的人，甲因做伙大。那亲像耶稣捌俄勒伫耶稣身躯边的小妹玛利亚，讲伊选择上好的福分。马代虽然无用，总是却无时间陪伴耶稣。耶稣毋是否定马代的努力拍拼，总是耶稣爱马代学习，会当停困。会当来到耶稣的身躯边，享受甲耶稣同在的快乐。老爸看大汉囝上宝贵的，并毋是伊真努力拍拼做工课这个代志，是伊愿意珍惜家庭甲老爸的这款的家庭关系。所以老爸讲：“我所有一切早就已经是你的，只是你无看到，你无了解。”伫家庭的服侍，伫家庭的表现，毋是要互人看，是要互人明白，咱伫即个厝内会当甲厝内人做伙大，是搁较大的福气，搁较大的稳定。各位兄弟姊妹，咱的家庭敢毋是安尼？咱毋望咱的家庭会当健康，咱毋是靠着家己的努力功劳来表现来维持。咱是爱靠着疼的关系来维持健康的家庭，嘛毋是去批评啥物人做的代志较好较敖。咱是爱挖靠彼此的同在，互相包容、互相要挟，来建立疼的关系。这位老爸最后讲：“你的小弟，伊是对死搁活，伊失落搁得到，咱应该爱欢喜庆祝。”这句话对大汉囝真重要。这个老爸要提醒大汉囝，家庭中间上要紧的是性命的关系，毋是彼此利害的关系。老爸要互大汉囝知影，你的小弟毋是你的对敌，伊是甲你做伙伫同一间厝，做伙大汉，你的兄弟。你的小弟毋是外口人，伊是只不过一时的失迷偏错，但伊愿意反省悔改。转来，搁一届找转来厝内的厝的路的囡仔，咱无需要搁一届甲侮辱，因为伊已经伫外口得到伊应该爱学习的教训。当伊愿意提起勇气转来厝内，伊搁较是一位需要咱去欢喜接纳的人，亲像重新出世的幼儿同款接纳伊。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咱的家庭若要健康，毋若是咱亲像细汉囝，咱爱反省家己
浪子回头，咱做大汉囝，咱嘛爱明白做老爸的心。毋若是离开厝的人，咱会晓自我的反省；留伫厝内的人，咱嘛爱有健康的心态。毋若是放纵的人，爱悔改。就算咱忠心服侍的人，咱嘛爱有更较宽容、宽阔的心来接待、包容别人的心。一个健康的家庭需要5个部分来做伙来改变，做伙来学习。第一，咱来学习转来到上帝面头前。家庭上大的问题，毋若是关系无好。是咱人的心无先互上帝对付，咱人若无先转来到上帝面头前，真侪问题，咱拢会感觉一直重复咧发生。为什么我都已经祈祷？为什么我都已经认罪？总是家庭永远有问题。咱来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为着咱的人厝内人来向上帝祈祷。咱爱先改变咱家己的内心。咱无搁活伫苦毒的心内底，咱要有健康的心态。第二，咱嘛爱有更较侪接纳来改变，互控告无搁伫咱的家庭中间。咱伫家庭有当时翁仔某一句话造成彼此的伤害，老爸老母一句话就造成咱甲囡仔关系破裂。咱有当时拢会一直讲我已经甲你讲过6遍啊，你搁共款犯错。我就知影你无法度，你永远嘛学袂好。这个话有当时讲起来无啥物，听到的人心内会感觉真震动，敢若甲伊塞离到真远的所在。所以上帝爱咱学习讲稳定祝福的话，咱会当甲厝内人讲我看到你真认真，你已经真拍拼咧学习。虽然问题搁伫咧，咱做伙来想办法，咱做伙来拍拼。咱嘛会当甲咱厝内人安慰讲，你真辛苦，先休困了一个无要紧，毋免搁遐尼辛苦。有当时厝内人所要爱听的是一句安慰的话，毋是指责的话。咱毋是先看到对方的错误，咱是爱看到对方嘛是受伤的人。圣经中这个细汉囝，伊并毋是真正想要离开这个厝。总是伊长期活伫失落的家庭，伊感觉伊家己永远无比家己的兄哥搁较敖。有形中真做伊心内压力，伊想要去外口证明家己，总是却受到罪恶的引诱来失迷家己。大汉囝伊嘛毋是一个爱生气的人，其实伊的心嘛受伤，伊想要用打拼做工课来取得老爸的认同，总是伊的心却偏差，伊认为老爸看重的是伊做工课的这个用心，伊毋知影老爸看重的是伊愿意留伫厝内这款甲老爸做伙的幸福，直到伊的心来偏差。有当时咱也知影，厝内人会发脾气，毋是因为伊真想要伤害咱，是因为伊的内心有真侪艰苦，伊无法度透放。无人通了解，所以今仔日伫父亲节嘛是幸福家庭主日，要特别提醒咱做老爸老母的人，咱的角色真要紧，咱的话带有权柄，会影响家庭、影响囡仔一世人。你的眼神、你的态度，拢会真做囡仔对天父上帝影响。咱老爸老母毋若是爱管教囡仔。咱嘛爱负责安慰、医治咱的囡仔，咱毋是供应囡仔的需要，咱嘛爱陪伴因。咱毋若是干那用权威来教示囡仔，咱嘛爱真做因的典范。最后，咱来做伙学习家庭欢喜快乐的时刻。过去早期的家庭，常常伫食饭桌，拢正襟危坐。我会记得我的阿公，若看到我的这个手放伫这个饭桌，伊就讲手举起来，碗放好悬，唔通开手。所以食饭是一个真严肃的所在。总是咱的家庭，毋望咱会当将食饭成做咱家庭幸福的开始。咱会当伫食饭的所在，咱将咱的手机收起来，咱会当互相分享咱今仔日快乐、
欢喜也是艰苦的代志，互相来安慰，互相勉励，互相带导，互咱的家庭毋那是干那看到咱的囡仔有做好有做歹来批评因，咱爱互相鼓励，互相安慰，互相祝福，互咱的家庭成做稳定的家庭。当咱愿意来做伙改变咱家己的生命，相信上帝稳定在咱中间，要成做咱家庭疼的一个源头。所以，各位兄弟姊妹，结尾来讲，今仔日这段家庭的故事，要互咱做伙来学习。家庭的生命的改变，毋是啥物人的功劳，是咱人愿意先转来到天父上帝面头前。当圣经中这个细汉囝伊反省了后，家庭就更新。当大汉囝伊若听老爸话，思考了后，伊愿意做伙甲伊小弟做伙食饭，这个家庭伊生命的伤害就会得到医治。当老爸若继续用疼来接纳安慰伊的囡仔，这个原本生命破碎的家庭，就无搁共款，会当成做一个有生命力、有温暖、有盼望的家庭。所以，伫咱个人的家庭嘛是共款，伫咱教会搁较是一个大家庭。其实教会中有真济大汉囝，真拍拼服侍，总是咱的心可能犹原无欢喜。伫教会外嘛真济流离失所的细汉囝，因毋敢转来教会，因为因心内会感觉艰苦，对不起上帝，对不起人。总是听咱的天父上帝，其实拢一直推开伊的双手来听候咱。无论你是大汉囝、细汉囝，咱会当做伙伫教会欢喜快乐，享受上帝天父稳定甲祝福。咱做伙来祈祷。听堂是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阮要亲心主来祈祷。咱通问主上帝，咱是毋是迄位需要转来厝内的囡仔？咱通问上帝，咱是毋是迄位应该爱放落甲人比较的囡仔？咱是毋是迄位爱学习诚心接纳别人的囡仔？咱是毋是迄位爱伫上帝的厝诚心活出疼的人？愿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主日，咱毋那是干那庆祝父亲节，咱真正爱通明白，互咱家庭、教会生命会当改变的关键。是因为咱愿意先改变家己，转来到上帝面头前，互咱破碎的心重新得到医治，互疏离的关系会当重新得到结连，互咱已经冷心丧志的心会当重新得到火热，互受伤的人得到安慰，互自高的人得到谦卑，互咱家庭中每一位的成员，咱拢通伫耶稣基督内面重新得到生命的盼望，因为咱的家毋那是一间建筑物，搁较是有上帝的疼的所在。咱毋是干那为着有饭通食，咱留伫即个厝，咱搁较爱珍惜是上帝恩典，灵命要成做咱的美娘。咱的厝毋是干那有即个名号。是会当真正互人伫咱厝内真实经历上帝同在的大家庭，一切的生命的改变，咱对主讲，我愿意先改变我家己。咱对主讲，我愿意成做咱的家庭、咱的教会，迄个甲人彼此结连、彼此和谐的即个源头。成做彼此的帮衬，愿主祝福咱的家庭，祝福咱的教会，互咱会当伫主内同心起造，建立彼此相听、彼此接纳、彼此服侍、健康温暖的家庭甲教会。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免。
感谢牧师的勉励。虽然个人的状况是无同款，但是照着牧师的提示，咱会使斗阵来搁一摆思考。这是咱三个来经回应诗圣诗第450首，恳求上帝赐恩赐福，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回应上帝听甲恩典，请后壁实现同工。
甲来起立，金圣诗382首第4章，是金线车东港祈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是阮的天父，各项好、搁完全的美，拢是对你所赏赐的。求你接纳你的百姓，用着欢喜甲感谢的心来奉献来到你面前的。求你嘛，甲是阮奉献阮的全人，阮的所有来成做你的路用，来荣光你的圣名。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请坐。这是来报告教会的消息。这礼拜六8月7日阴暗7点，要调开小会，小会员来出席。8月5日阴暗8点7楼要办祈祷会，请中级甲兄弟来斗阵来参加。拜五，这个8月7 9点半，这个马街幸福健康站，这个改日期改做14号，请年长的兄弟注意。第4点门徒成长班。甲老师的课程吼，咱报几啊摆大家看者。对咱讲，这是门徒去做真重要代志欢迎大家到阵来参加。暑期青少年基要经理班开班8节啦吼，然后要参加来甲罗博士甲办公室来报名。时间甲地点另外通知。主日要办8月29到30要办17期营吼，对象是小一甲国一的一人500，若要报名请桃子啦桃思园姐妹，边有一个 QR code 嘛，使扫描，直接线上报名款。第7点是主日的便当吼，因为正前有一寡代志所以这边点强调者，就是讲。补助是补助今日出席的这个人，你若厝诶要顺刷，就看一个便当偌就是照原价值来付钱啦吼。11月15要举行三合一的庆典就是咱70周年下晡迄个退任甲就任这边写是专款其实咱做财务组这边做小文是做特别奉献因为专款算起来咱这个代志还可是算经常费经常费一部分，所以是放在特别奉献。但是不管怎拢是爱请大家来斗阵来关心支持啦后壁主日的后礼拜主日礼拜的内容请大家家己来看。请咱即时来吟祝福提起的诗，圣诗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所有来祝祷。
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听从圣心的相通，以及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甲弟弟伫今仔日父亲节，嘛是幸福家庭的主日，祝福咱每一个家庭，每一位父亲，亲像上帝的听伫咱的心中，嘛，互咱囝儿会当搁一摆活转来父母的厝，做父母的会当活转来囝儿的心，做伙起造一个健康佮蒙福的家庭，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灭倒。